係咧，教主啊，唔知係咪咧？我做咗呢個星級主持耐啦，都多留意咗咧好多一啲裝修設計上嘅公司嘅新聞啦。近排咧，我發覺即係除咗爛尾之外咧，仲有咧捉咗一啲黑工啊。其實呢個黑工係一個好廣泛嘅名詞啦。其實係除咗我哋個行業之外，包括有其他個行業㗎。最常見就可能係餐廳啊、洗碗啊、速遞啊，甚至乎落嚟香港拍影相都係可能變咗個黑工啊。佢個名稱咧叫違反呢個逗留條件。一般嚟講咧都幾大罪㗎。嗱，而家暫時嚟講咧，可能係幾個月就有機會放你走啦。罰錢啦咁樣咯，但係僱主啊仲犀利，僱主就又要坐監啦，又要罰錢啦。咁其實你講得冇錯，最近咧喺我哋呢個行業咧，嗰個黑工嘅情況係非常之嚴重啊。係咯，咁但係不過咁，我又留意到嘅嗱，如果我係業主嘅話，我邀請咗一間裝修設計公司幫我去做裝修啦，然後設計公司請黑工，咁其實都唔關我業主事㗎嘛。嗱，呢個咧就係用咗一啲叫做普通思維咯，即係我哋咧一般嚟講咧就係認為一個 common sense 去諗，係冇錯，好似你委任咗我去幫你去做一個裝修，你同我簽晒合約，我間公司你同佢簽咗，嗰個公司係有黑工喺度嘅。佢喺度做嘢嘅，你係唔知啊？咁佢一路日日開工，冇事就冇事咯。喺你間屋企食飯啊，唔落街啊，日日都咁完成個單位，你就好好笑啦。咁就笑騎騎咁啊，拜得神落啦。咁但係咧，香港人成日都有個心態就僥倖啊。其實咧如果呢一班違反逗留條件同埋黑工咧，喺呢個單位裏邊發生任何嘅損傷，保險方面咧係唔會賠嘅，得唔得？保險唔賠之餘咧，損傷係一個小問題，仲有可能會發生死亡。當一件發生到係一個難以係中間人頂得住嘅時間，嗰個人唯有係走佬啦。走佬之後咧，跟住落嚟走佬咗之後，件事唔係完嘅喎。走咗之後，最後個聘用者咪業主本身咯。嚇，都關我哋業主事㗎？係咪要關落去咧？其實係。有好多實際嘅 case 咧，都仲喺度咧打緊官司，亦都係咧一路追落去，業主要提供好多資料，亦都係咧保險上邊咧係一定係唔賠噶啦。咁亦都好多喺無論佢係黑唔黑工都好啦，佢都係人嚟嘅，佢嘅家屬啊同樣有權利咧去索償業主嘅。咁所以一切嘅嘢咧就係呢個黑工問題係絕不簡單嘅。咁即係話其實業主、戶主又好，裝修公司又好，工人員工方面都好，其實都係一個鐵三角嚟嘅喎。係啊，冇錯。其實我有時成日講啦，譬如你而家係業主啊，我成日都對面同你講住噶啦，唔好啊，唔係啊，唔制啊，千祈唔好啊。佢就當我傻嘅，直情咧就我不停咁講，佢又不停喺度自己喺度諗，跟住咧我冇咁好彩嘅，唔係我嘅，日日都成日都用呢個心態。其實香港人實在太叻，亦都知嘅嘢就一啲唔知道一啲咯。只要你咧研究多啲咧，你就知道你幾危險啊！原來咧你屋企有個黑工係日日都抱住個炸彈瞓覺。的而且確嘅，如果我係一個客戶咧，我有時都會抱一啲僥倖嘅心態嘅。但係即係如果我哋其實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做嚟保護翻自己咧？嗱，好似好簡單啦。我大膽話，其實好多業主係根本係我覺得話你話我話你唔啱到啦，根本就冇智慧。點會有咁平嘅價錢可以做到啲咁嘅嘢呢？咁你可以落其實貪小便宜都冇所謂，但係問題呢就係佢連自己都呃埋啊！雖然呢間消費降級啫，但係你可以攞多啲比較啊，喺個 norm 裏邊去揾你應該要揾嘅嘢咯。但係你唔可以喺個 norm 以外嗰度，喂係以外係講緊呢度啊！佢講緊做緊啲幾萬蚊可以做晒。喂，我大膽問句，業主最少都幾萬至10幾萬人工啦。你用咩？你用緊咁嘅智慧嚟去諗一啲咁幾萬蚊可以做到，包括由呢個度車、送貨、裝修，唔係100蚊嘅啦，點做啊？我非常之同意嘅，所以咧我哋講得俗語有話咩？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其實呢家就好多蛤乸喺度跳，因為點解咧？佢本身咧係佢都唔想嘅，因為點解佢都唔想咧？其實我哋咧進行呢個大灣區一體化啦，我哋都係中港融合啦。咁喺佢哋喺國內嗰度咧，就係穿州過省做嘢冇問題嘅。喺嗰個意識形態之中，喂，我日日都周圍做緊嘢㗎啦。我而家過關嚟香港做嘢，
都係過關啫，都係坐車遠啲啫，冇問題啊。咁佢個心態對佢嚟講，佢都覺得冇問題嘅。咁所以呢，佢接咗張單之後呢，係會過嚟做嘢噶啦。咁其實佢心態可能係話，都係為咗做生意啫。尤其是而家內卷都好犀利啊。香港係佢哋嘅其中一個黃金市場。咁但係好可惜，好可惜。嗱，我喺度都警告個老闆啦，你做老闆亦都應該做老闆嘅責任啊！你知唔知道你害死咗幾多你嘅夥計啊？唔係話佢嚟坐幾個月監嘅問題啊，佢屋企人點啊？香港嚟到一個人拎行嗰過嚟就嗰晚翻唔到屋企啦。仲有一樣嘢啊！幾個月後放咗你啦，幾個月後好開心噶啦嚇！放完你翻咗屋企之後，你係以後冇機會再嚟香港噶，想話嚟經過香港再去第二度啊？唔使啦，你因為違反咗逗留條件，今日啊，以我認知係唔可以再嚟香港噶。所以咧，呢個咧都係一個社會責任嘅問題嚟㗎，因為一個人做錯或者一個團隊做錯，已經牽連甚廣啊。如果想了解更多，歡迎瀏覽 DIC 嘅網站。網站上面除咗有1000個真實客戶滿意個案，同埋近2000個參考個案不斷持續更新之外，仲有大量真實設計同埋 3D 效果圖。DIC 嘅每項工程步驟都必須嚴格遵循3大國際 ISO 指引，當中包括質量管理體系、環境管理體系同埋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設計情報中心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進智工程有限公司，持牌進行相關嘅裝修同埋小型工程，而且 DIC 仲推出咗自家會員計劃 DPoints，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俾客人使用，只要登記成為會員，無論日後係自己裝修定係推薦親友選用 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 DPoints 積分。凡係 DIC 嘅舊客戶成功推薦親友開單，並且喺發票上面註明推薦人嘅姓名同埋 DPoints 會員號碼，喺裝修完成後，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雙倍 DPoints 積分添。就算推薦人未曾惠顧 DIC，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 DPoints 會員，而且推薦親友開單，並且喺發票上面註明推薦人嘅姓名同埋 DPoints 會員編號，喺裝修完成之後，推薦人都可以獲得 DPoints 積分。客人可以透過 DPoints 裡面嘅積分換領各式各樣嘅禮品同埋服務。而家就即刻成為我哋 DPoints 會員，一齊賺取無限獎賞。想知道我哋嘅工程限額滿咗未？咁就要睇下設計情報中心嘅 DIC 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啦。設計情報中心擁有自家設計師同埋裝修團隊，並唔係平台式經營，務求以準時同埋高質素嘅服務，令客人對我哋有更大嘅信心。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着緊每一個步驟，確保工程質量。每一個部門進行嘅每一個步驟都必須遵從我哋嘅公司管理文化，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 ISO 嘅指引。由於設計需時，為咗確保工程嘅質素唔受影響，所以設計情報中心唔會攬接工程，因此設有接單量嘅上限。每一位嚟到門市同設計師會面嘅客人，都可以由 DIC 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睇到工程嘅統計圖表同埋分佈地圖。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而家有幾多單負責緊嘅工程，所有嘅資料都係實時更新，顯示現有工程同埋上限嘅比例。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設計情報中心就唔會再接受新嘅工程，確保我哋嘅團隊能夠以最高嘅水準去做好每一單工作。正正係因為我哋有咁高水準嘅管理，以及堅拒攬接工程嘅服務精神，所以我哋先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嘅室內設計同埋裝修一條龍服務公司。